好啦，我哋嚟睇睇邊啲嘅原因咧，會限制再造林復原熱帶雨林生態環境嘅效用啦。咁究竟 reforestation 有啲咩 limitation 咧？咁第一啦，就係品種有限 limited species，啱唔啱咧？大家要記住喎，一個原生嘅 tropical rainforest 熱帶雨林咧，係可以有成千啦，可以上萬種嘅 species 嘅，亦都係咁。所以一個原生嘅熱帶雨林咧，係會有成5個 layer 咁多，因為係有唔同嘅植物啦喺入面嘅。佢嘅 biodiversity 生物多樣性咧都係十分之高嘅。咁但係啦，去到 reforestation 啦，我哋人嘗試去還原呢個嘅雨林嘅時候咧，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淨係會種一兩種樹嘅啫。咁點解有啲咩種子，我哋咪種咩咯？咁喺呢個情況下，我哋還原到當初原生雨林嘅生物多樣性咧？咁啊一定係唔得嘅。咁所以品種有限呢個答案啱唔啱咧？係啱嘅。第二個 option 啦，資金不足。咁大家都要知道啦，環保咧係需要用錢嚟支持嘅。我哋種一棵樹又好，10棵樹又好，需要嘅係人力，需要嘅係種子，需要嘅係灌溉。我哋需要嘅係持續咁投入喺呢方面，背後全部都係錢。只要唔夠錢，你種乜鬼都冇用。尤其是好多擁有熱帶雨林嘅國家，例如印尼、巴西，全部都係發展中國家，佢哋好明顯都會面對資金不足嘅問題。咁所以咧，二係啱嘅。三啦，範圍局限。嗱，呢個原因咧就比較 straightforward 啦，因為咧我哋想還原某個雨林咧，其實我哋淨係可以喺某個地方種樹嘅啫。你喺 A 地方種樹咧，係唔會令到 B 地方咧都可以還原到個生態環境嘅。咁就係話啦，我哋投放資源喺邊度先可以復原，其他地方係乜鬼都幫助唔到嘅。所以咧，三題啱啦，1、2、3都係啱嘅情況下，答案就係 D for dog 啦。